小女是4月14号被抓走的。是。这是我在2月份就录好的歌曲。不过感觉上那个歌词很像是我现在的心境。是。昨暝的梦想起来真甘，无伊无我怨啥人？日思夜梦但无人，这张空，辜负真情上唔通。那小哥是绝不出面，直到我的所有的好朋友说：“哎。”为什么费玉清跟你这么要好，他没有来呢？我说你放心，这个人呢，等都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来了，他就出现了。是这种锦标盖会议，对，他真的是一个这么好的人。他真的有去吗？有，他时常来。他们时常来，3更半夜去找你。对，是不是有什么目的的？没有，没有。他开始笑出来。没有，因为他对我没有任何的遐想。然后呢，他一踏进我家门以后啊，他绝口不提小燕的事。对。他就开始讲一些乱七八糟笑话，把你笑到眼睛都睁不开了。好，他回去了。然后回去，我觉得我有一点傻瓜，奇怪，我就去睡觉了。你这是安慰人家的一种方法吗？你这个我就是不太会说话，可是这个又怕就让你又陷入了这个痛苦的回忆中。其实跟他见面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名节目主持人，也是位歌星。说到他，尤其最近在海外，这是可以说是非常的知名度很高啊。那当然，主演的一部电影啊，叫做这个《寂寞芳心俱乐部》在国外啊得到了这个斯洛伐克的这个影展里面的最佳影后奖，而且是这个就是最佳第一女主角。是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说，在电影界来讲呢，那真是无上的一个光荣。年底呢，他又另外一部佳作《我的神经病》，还有。又要角逐这个本届金马奖。对，那您说到的这位呢，就是白冰冰小姐。对，很难得邀请到她，我们一起来欢迎白冰冰小姐，好吧？好，多谢。来，先来献上一束鲜花。谢谢。我想那一座奖呢，可能白冰冰小姐她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真的是我们可以体会到。但是这一束花呢，却可以输送我们这个演艺圈同仁们呢，因为能够与有荣焉呐，这个分享你这次在这个斯洛伐克的这个奖，对这个光荣之外，也特别传送我们对你的关心。谢谢。破坏箱过来勾了一姐，白冰冰小姐。都忘了先跟我们观众朋友问候一下，好不好？龙兄虎弟的所有好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同样的摄影棚，也是我前一阵子一直在录制周末满点秀的一个地方。对。然后当时自己的人生色彩是彩色的，彩写。结果今天再来，不管我如何把自己装点成彩色的，然后我的人生还是黑白的。事实上，自己从事演艺工作以来22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天。每天一直在想，我如果得奖的时候，我要讲怎么样的感言。也想过了很多，也写过了很多。然而碰到了小燕的事情以后，这些对我来讲已经完全没有意义。所以现在老师为我演奏的这首歌曲《忙不忙中郎》，是我小女是4月14号被抓走的。是。这是我在2月份就录好的歌曲。不过感觉上那个歌词很像是我现在的心境。是。昨暝的梦想起来真甘，无伊无我怨啥人？日思夜梦但无人，这张空，辜负真情上唔通。落雨加风，闻着花香，孤单的心每日空等。日思夜梦但无人，这张空，辜负真情上唔通。梦无梦中的人，春
来啊！我的准备这两张这个白色的围啊，我们一开始希望说呢，今天能够带给白冰冰啊，这个一点力量。是啊，我们想是朱启麟来讲呢，我那高景完了啊1、2、3年啊，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段访问啊，把它变成活泼一点。我们以为这样的开朗的气氛呢，可以让他心情呢比较好一点，但是总是难免碰触到这些人生里面非常不想记忆起来的一些片段。是。其实飞哥跟我一样都是单亲家庭，那么很多社会对单亲家庭的一些想法跟误解，是我一直自己不能接受的。我想因为社会对单亲家庭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更觉得我们应该把孩子教好。然后当我们很骄傲的，我们的孩子终于长大了、懂事了，这么贴心、这么好，不给我们惹麻烦，然而他却由别人教不好的人来伤害了我们。其实，在孩子的心目中，我想您跟我都是一样的，是个最伟大的父亲跟母亲。囡仔认为我就有够力的，任何时阵你拢想讲，任何困难妈妈拢会当有办法给帮忙伊。结果在那最痛苦的那几天，我想他一直在等待，妈妈怎么不来？妈妈怎么不来？结果他失败在妈妈的努力所得之下。那几个歹徒他也写了，他说小燕是无辜的，他们3条命一定会赔给他。既然知道他是无辜的，小燕这么小，他们这么魁梧，这么孔武有力，他如何狠得下心去欺负、去虐待这么一个人？他如何去凌虐的那个心态，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那如果说你们已经知道是小燕是无辜的，那白冰冰有辜吗？我从小这么的辛苦，我的人生如果说人讲人生可比一出戏，我的人生这编剧都太糟糕，把我编个乱七八糟，真的是一个非常乱七八糟的一个大悲剧。然后我这么努力的，今天自比为不妥协的瓜帮会，然后我有辜吗？既然小燕是无辜，那又何必来伤害我们母女？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我都一直不断的在觉得说，我们人生如果没有办法照着自己人生计划走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这才叫做情何以堪。是。其实我要谢谢小哥，小哥的这个安慰的方式是与众不同。我更要感谢我们飞哥啊，他这个我这个事情一开始，他就是代表我们演艺圈的同仁来给我最大的关怀跟鼓励。那个时候也是我感觉是我们演艺圈的一个大团结，不管是平常有没有来往的，私底下是不是勾心斗角的，每一个人共同都合起来了，那共同来谴责这种恶行，然后对我真的是给我很大的鼓励，也给我勇气。那小哥是绝不出面，直到我的所有的好朋友说，为什么费玉清跟你这么要好，他没有来呢？我说你放心，这个人呢，等都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来了，他就出现了。像这种锦标盖会议期间，对，他真的是一个这么好的人。他真的有去吗？有，他时常来。他们时常来，3更半夜去找你。对，是不是有什么目的的？没有，没有。他开始笑出来。没有，因为他对我没有任何的遐想。然后呢，他一踏进我家门以后啊，他绝口不提小燕的事。对。他就开始讲一些乱七八糟笑话，把你笑到眼睛都睁不开了。好，他回去了。然后回去，我觉得我有一点傻瓜，奇怪，我就去睡觉了。费玉清，你这是安慰人家的一种方法吗？你这个我就是不太会说话。可是这个又怕就让你又陷入这个痛苦的回忆中。其实跟他见面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我们也应该让冰冰姐啊，她让她心情稍微放轻松一点，因为我们不管怎么访问，在她来说都还是有压力的。对。我们先看一看白冰冰小姐以前啊，两来上当龙兄虎弟，打败来收拾一种假馆的片段，来破箱爬起来，我欣赏一下。请你进来买啦，剩的无偌多。有人总袂去，半小时算买钱，阮嘛会来感谢你。哎呦，我的名啦，人我的小花名叫做盖格香。好食的冰，红豆冰，我咧鸡鸭冰，绿豆冰，我大林冰，杏仁冰，高粱冰，我咧白冰冰，好食的冰紧来哦，来到这里小别的天堂，等阮来到关，哎呦，拢来啊啦，拢来啊啦，安尼好，感
谢。すみません、バカ。啊，对对，张老板，张老板，ちょっと。バカ。すみません。ロー能大陆的退化ですか？大丈夫。哎呦，发生什么代志呢？无要紧，我这个个过坑一个啊，照常会使食。什么哩？爸爸的，爸爸的。It's a ride over and over again. What do I do? I am a woman. I am a woman. In love。上尾2字我有看到。因那有歹听。哎呦，过去的时候呢，那个白冰冰在我们节目我，不太习惯看我以前的表演。对，应该讲当然跟以前就是跟现在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觉得现在反而成长了，人总是要经过一些磨练啊，才会得到智慧。对自己也一直在不断的蜕变中比如。说这个，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啊，那么事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也来探一探，就是观众朋友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啊。然后我们发现他们仍然是这个，因为第一个歹徒还没有落网啊，所以说呢，观众朋友原来是他其实你不是寂寞，因为大家的这个心里面的恐惧跟脉动是跟你这个案件是扯在一起。我们来看看一些观众朋友对白冰冰小姐的期许。看一看。我从小就看冰冰姐的节目，那我非常喜欢她。那我希望她不要因为小燕事件就让她被击倒了，希望她能够重返舞台。我们大家都很希望再看到她精彩的表演。冰冰姐你好，我很喜欢看你的节目，还有听你的歌。那我觉得你很勇敢，因为在你受过这么多伤害之后，你还能勇敢站出来。那我希望说能够以后常在节目上看到你，再看到你的笑容，然后带给我们欢乐。希望你能够重新拾回你的笑容。冰冰姐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的影迷。对于你现在付出，我觉得我会永远支持你的，加油加油！我觉得他很勇敢，然后他失去爱你的时候，他一直各方面都很坚强。我希望他能够在演艺上再努力下去。白冰冰小姐，我很尊敬你你的遭遇，我从我内心打从我内心，我非常能了解你的痛苦因为我先生也是被人家车子撞到求助无门了，现在一个官司还在法院打来打去都没有办法申诉所以我知道你的心情，我非常了解。我希望你出来再让大家我们台湾省的同胞都可以看到你的风采和带给我们欢笑。希望你勇敢的站出来我们很多观众都很喜欢你，和我的孩子他们都很尊敬你，很喜欢你希望你出来，希望你把女儿的痛失去女儿的痛苦慢慢的把它淡化带给更多的人让你欢笑这个街头的路人的 VC 听得非常感动，大家都发自肺腑之言。对，他们都很真我绝对能够理解到大家对我的好。今天真的能够站得挺，也是因为大家给我的力量。这么多我不认识的人，然而你们这么的关心我，尤其刚才看到很多很漂亮、很青春的脸孔，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真的有一份打从心里的羡慕。那也感谢他们，因为小燕而使我得到这么多年轻朋友的爱这是我要感谢小燕，更谢谢你们对我的好。尤其刚刚最后的那位欧巴桑那个我们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似乎可以从前面那些观众朋友的他们的这个说话当中体会到一些。刚刚每场军工几句话讲，哇，这个人总是较重要，活着的人还是比较重要最近我出了一首歌叫做《谢谢你们》，很多人以为我继续出来唱歌了。事实上，我唱汉的故里在几年我拢唱台语歌，我唔捌唱国语歌，所以也是一种很新鲜的尝试。但是我希望大家卖计较我的歌声，你感受我的诚意。因为这我唱这首歌是同款
四家唱片行都得买，但买来所有的钱是要捐给警察的子女，当做他们的奖助学金。因为有很多人也对警察的这个印象不好。是。我自己亲自体验在小燕失踪，那我要四处去付款的时候，警察毕业我的车内面，打扮成这个包裹，就做哦，官老特地还来口中胆嘛呢。然而呢，在车子里面8个钟头，一直接受歹徒指示我要去哪里付款。8点钟袂用的去便所，袂用的啉水，袂用的食物件。哎呦！我甲你过去使甲歹徒讲，拜托你，我来去倒一间厝啉一喙水，好不好？我来去便所一下。他答应我了。我去的时候，捧一喙水，顺续要捧出来，有警察我唔敢，我惊我唔倒去害到伊，我是安怎？然后就看到整个事件当天的结束了以后。警察要落车，无在条落车。哎呦，膀胱发炎，然后规个面拢青啊，老气寒。是，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互相去体会，那警察有时啊嘛是20啷当岁一个少年家囡仔，拄到歹人，伊制服清清的，伊就是咱的保姆啊。是啊，伊无得较有时啊嘛比你更较无粗用嘛，不一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心无旁贷的为我们民众去冲锋陷阵，去抓歹徒。那我们在责备他们之余，也能够给他们鼓励。这是我现在这一次活动的主要目的。那么，所以说这一次，希望能够在这个唱片上面这个表达白冰冰她的心意之外，如果有一些这个附带的，能够有一些这个收入呢，都愿意做我们警察界的子女教育基金。这是非常伟大的啊！真的，我们应该要响应，应该要响应啊！其实我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净化歌曲，也是人家就是一些很善心的人，像有王建勋先生他捐出他的曲子，那陈建明先生捐出他的词，还有制作是江俊彦先生，他们都是一介不取的，通通捐出来。那我捐出了我的歌声，我本来以为说这样子就可以的，任务就达成了，结果后来才发觉哦，我不告诉大家的话，大家不知道，因此才赶快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就是还是本着那句话，不要计较我的歌声，但是请感受我的诚意，让我们因为共同大家的作为，我来唱歌，你们来买歌，甚至有更善心的人买了歌以后，可以给你们附近的管区的警员，属于他们的歌送给他们，然后他们这个所有的盈余还可以作为他们子女的奖助学金，让我们的社会真的能够变得。不要有这么恐惧的一个社会。我们今晚先听看哈，这个歌是哈，老师请聊，谢谢各位嘉宾，我就谢谢你们哈。从那小麻雀的早晨到斜阳照黄昏。每一天的平安都要谢谢你们，从萤火虫的乡村到霓虹不夜城，每一天的喜乐都要谢谢你们。谢谢所有默默奉献的人，淋漓的汗水流得那么认真。谢谢所有默默奉献的人。谢谢所有默默奉献的人，无名的英雄，生命充满热忱。谢谢所有默默奉献的人，让我也为你们响起最热烈的掌声。谢谢，谢谢小哥，谢谢大哥。这个还要做一段结语给我们白冰冰小姐打气啊！我觉得说，也许最近这段情绪，您可能没有办法，突然间去做综艺类节目，但是有很多社会，它有一些这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啊，但这不一定说一定要笑嘻嘻来的这种情绪，你可能掌握的会更好，可以帮我们在透过电视频道更去掌握到一些社会上的死角啊。如果真能够为民众做点什么事情，能够尽到我的力量，能够对社会有帮助的话，做什么我都愿意。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需要
大家的力量共同团结起来，才能够使我们的社会真的变得更好。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白冰冰小姐啊，我们给她最大的鼓励。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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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朋友。